有一次去，好像在那个悉尼呢，就是当时我旁边坐的一个女的，飞机要接近降落的时候，就是她就突然就从高空当中就是降到很大的地方，然后她就大声的叫起来，就紧紧的抱住了你，就拉着我啊。过一会儿就没有什么，我确实当时就很平静的，虽然有一些恐惧，但是我们生命是特别特别脆弱的。我拍《画皮2》的时候，给我梳头发的丽萍，然后她的老公就在这个马航的飞机上。我昨天刚刚知道，我给他发微信，我给他发微博的私信，他跟我回，他说他还在马来西亚，然后她的老公就在那辆飞机上，就这样。其实跟我们离得好近呐，特别的，并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事情，这样的。我想知道二位会如何安排最后的这一段时光。这方面我也想过，我将来呢，我很想做一段时间，就是做慈善啊，就是做讲解说法啊，然后过了7年以后呢，我很想就是去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就是应该回归自信，真正的去实修。就是我看过一个一个纪录片，是一个英国人拍的吧，他得了绝症，然后他就非常想去安乐死，安乐死在瑞士是合法的，然后呢他就寻找几个跟他一样想去安乐死的不同的就是患者，他去采访他们每一个人，从认识他到接受安乐死的整个过程，包括他自己的过程，包括整个纪录片里面你能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非常成功的一个英国老先生，就是因为他非常的骄傲的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直坐在那里需要别人照顾自己，他那个样子，他觉得很屈辱，他不如死去。看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如果也许就剩最后就是不多的天的话，我想我可能也会拍自己的过程，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也可能会做一些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说是用自己的东西给别人一些需要的东西，这样的。在你和堪布的眼里，自己身上什么事情是义不容辞，必须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因为我是有信仰的嘛，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会在拍一部电影啊，或者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希望这个出来对人是有一些意义的，对人思想上有一些供养的。如果这样的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就像我可能第一部电影并没有选择一个非常肯定是投观众所好、商业卖钱及各种娱乐因素为一体的这种片子去尝试，包括我们这个剧本刚开始做的时候，投资方根本觉得这剧本太严肃太深刻了，就是不让拍这个剧本，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拍一个电影制造了一个精神垃圾送给大家。那堪布呢？觉得您的使命是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我的使命是当一个出家人，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事件当中，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然后有一些真正的智慧和一些慈悲呢，就是在我们人间就是传递的话，稍微得到安宁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一种在这方面奋斗的一种责任吧。我想问一下，就是赵薇对爱情的理解。我从骨子里我觉得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并不认为爱情啊或人生啊是所谓的幸福或者是所谓的甜蜜。其实什么叫幸福？我说觉得吃苦就叫幸福，我认为把它预设的更加低一点吧，比较容易收获爱情。我人生遇到很多困惑的问题，怎么解决这种困惑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方法请教一些有经验丰富的人。第二个解决困惑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能太去执着。还有一些呢，就是需要一种等待，
因为我今天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困惑，但明天不一定。我想问一下赵薇老师，然后我就在反向奇遇村工作，然后您有没有想过某一天排一部属于自己的小剧场、音乐剧或者话剧？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样子的舞台展示其实也可以在电影里面实现的，对。但是如果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当然我也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怕尝试的人。